哈哈，今天8月25号上云顶喽！MCO 4个月啊，4个月零收入啊！哇，今天就见到一场云顶张少麟演唱会，2师徒上云顶啊，先去리허설，講富人講啊，3年發誓啊，發誓都食3年啊，真係好彩啊！人撈係撈啊，還可以的。一人一半，我教你已經收到。雖時雖我把最愛是愛我所在。天時也難盡顯，我大家時間，轉回台灣好了。啊，你們不用了，因為西人回來，西人回來才演出嚟嘅，啱啱4個人。西人啊，西人對，5人都比賽，啱啱西人。7月出嚟啦，都7月人出嚟，有經紀人出來啦，唱台唱啊，再不唱沒有機會了，75歲了，你管我75歲，我樣子像57可以嗎？啊，年紀不是問題。啊，我跟你講啊，如果下面有寡婦5、6、40、50的喜歡，沒有老公的喜歡。打背身的到今年呢还没有老婆，我介绍我妹妹给他。你好啊，我妹妹小我2岁，是不是想做？唱歌就很中气，那我唱歌又有中气，上气变下气，中间又断气。茶茶一烧酒，我最怕这首歌，哎。
而家唔感動。政府都做到鬼佬，八啲邊入落。男人唔飲酒會少女朋友，一輩子一杯大把女仔追。酒精雖有道，唔飲又唔舒服。陳水同，你阿婆你唔衰啦，醫佢。